大家好，今日係同大家示範 Aloha Phyto-Reiki 系列全植物補骨滋分嘅輕醫美療程。呢個療程係可以有效幫助抗衰老啦，針對色素沉澱啦，針對處理一啲頑固嘅乾斑啦、曬斑嘅問題嘅。首先美容師就會喺客人嘅面上進行一個深層清潔。首先就係會用我哋 Aloha 嘅 Gentle Cleansing Milk 一個抗敏洗面奶為客人進行全面嘅清潔嘅。清潔過程係非常之溫和嘅，而且嘅清潔功效亦都非常之顯著，可以有效清除客人嘅毛孔裏邊嘅污垢啊、粉刺等等之類嘅。一般 Aloha 嘅療程洗面我哋都會用洗面奶清洗2次。等到我哋皮膚完全有一個清潔嘅狀態去吸收嚟緊護理嘅所有嘅補骨滋分啊、嘅成分等等嘅成分。Aloha 呢個 Phyto-Reiki 補骨滋分系列嘅護理裏邊其實補骨滋分係等於傳統嘅 Asian 嘅植物版，佢能夠有效咁樣幫助我哋皮膚更新，刺激我哋嘅抗衰老基因，增加我哋嘅皮膚膠原蛋白，佢更有可以大大改善皮膚唔同嘅問題。但同時佢亦都唔會有傳統 Asian 嘅一啲對皮膚嘅副作用，例如乾敏感啊、皮膚紅腫啊、刺痛感等等嘅問題。Aloha Phyto-Reiki 系列成個療程係可以做到抗皺、收緊皮膚、改善皮膚上面嘅黑點、色素嘅沉澱、膚色嘅唔均勻，令到皮膚嘅光澤大大提升。同時佢亦都可以幫助我哋皮膚增強我哋嘅鎖水功能，令到皮膚唔會再乾燥，毛孔亦都會有縮小、撫平嘅效果，令到我哋皮膚感覺上唔再粗糙，非常之平滑。做完面部護理之後我哋而家就會用我哋嘅 multi-function 嘅 peeling 去客人做一個去角質層。而呢個 peeling 裏邊佢有2大主要成分，乳糖酸同埋琥珀酸，能夠有效令到我哋嘅皮膚角質層軟化，亦都可以將毛孔裏邊嘅角質層軟化，所以非常之有效加速我哋皮膚上嗰個替換率，令到我哋皮膚裏邊積聚咗喺裏邊嘅污垢有效咁樣褪出嚟，從而喺清潔皮膚嘅過程裏邊清潔好每一個毛孔。呢個 peeling 我哋大概敷5到10分鐘就可以㗎啦。俾個小 tips 大家，做呢個 peeling 之後大家可以輕輕先用膠棒將多餘嘅 peeling gel 抹走佢先，然後再用比較濕嘅棉花去抹走佢，咁皮膚就已經可以達到一個非常清潔同埋乾亮嘅效果㗎啦。其實敷完呢個 peeling 之後客人整體皮膚都會白淨咗啦、光亮咗啦，已經做到皮膚第一層嘅煥膚功效㗎啦。好啦，我哋將 peeling 抹乾淨之後我哋就會用我哋 Aloha 呢個深層保濕精華，一個為客人做一個基底層嘅深層補水。呢個係一個高濃度嘅透明質酸。
我哋喺客人嘅面部唔同嘅部分裏邊加幾滴，然後輕輕推開，直至到皮膚完全吸收就可以㗎啦。高分子量透明質酸係能夠有效增加我哋皮膚嘅儲水能力，而仲有就係我哋呢個精華咧，能夠有效加強我哋人體嘅水解蛋白通道，令皮膚嘅輸水量、儲水量大大提升。個精華塗抹咗成塊面之後，輕輕按壓喺面上，直至到佢完全吸收就可以㗎啦。好啦，落完個保濕精華之後，我哋就會用返 Phyto-Retin 嘅液靈精華，為客人呢都係進行一個全面塗抹。不過呢，我哋通常呢都會喺客人比較深層嘅色素斑啊，或者皮膚比較粗糙嘅位置裏邊呢，先塗抹上，然後慢慢按壓至到吸收。補充一點啦，其實 Boccaccio 我哋 Phyto-Retin 呢個系列裏邊嘅 Boccaccio 系列裏邊其實仲有3大主要成分，包括呢個蔓越莓提取物啦、有機猴面包樹油啦，同埋天然細胞再生複合物嘅，所以係一個非常之有效嘅皮膚更新嘅液靈精華。成個 Boccaccio 嘅療程裏邊咧，呢啲精華裏邊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咧佢有比較高濃度嘅 Boccaccio，佢有1.5% 嘅 Boccaccio 嘅成分，咁所以咧佢非常之有效咧，針對色素嘅處理啦，亦都可以好有效加快咗我哋嘅 Glycinolysis 嘅汰換率，令到我哋嘅皮膚嘅更新咧係加速。所以咧，從而咧，亦都可以將我哋底層好多唔同嘅油脂粒啊，或者藏咗好耐嘅問題咧，慢慢通過 Glycinolysis 嘅汰換率變化咧，係一層層喺皮膚底層推出嚟。咁所以咧，有時譬如額頭好多暗粒啊，或者皮膚好多暗粒，又做咗呢個 treatment之後咧，慢慢你就會覺得你嘅皮膚裏邊冇咗咁多不平滑啦。冇多咁多一粒粒喺個皮膚底層藏埋一齊啦，你發覺皮膚咧開始變得光滑啦、平滑啦、有光亮啦，同埋咧由於冇咗咁多污垢藏咗喺個底層度咧，所以咧你就會覺得你所塗抹嘅所有產品咧都是係非常之吸收嘅。搽完個精華之後咧，我哋就用返我哋嘅液靈面霜去做我哋全面嘅按摩。呢個液靈面霜亦都係有0.5% 嘅 Boccaccio 喺裏邊嘅。成個面部按摩嘅療程咧，都係非常之舒緩，而且有一個提拉嘅效果。經過呢個面霜嘅按摩咧，客人之後咧你就會發覺啊，佢嘅皺紋啊、面部嘅鬆弛啊、色斑啊、色素嘅沉澱啊，都會有明顯嘅改善嘅。呢個面霜咧
質地係非常之輕柔嘅，好容易吸收。一陣間你哋睇完按完面之後咧，其實客人嘅皮膚表面組織咧已經係非常之光亮㗎啦。
好啦，按完面之後咧，大家都睇到啦，個面部咧係非常之光亮嘅。好啦，為咗加強咧嗰個褪色素嘅效果咧，我哋咧會喺按完面之後咧，再用 Aloha 嘅 Glycolic Acid 複合果酸咧喺面部咧唔同嘅部分咧滴幾滴，然後咧均勻塗勻喺成個面上高，加強個面部嗰個色素個代謝。佢能夠同 Boccaccio 咧有個相輔相成嘅效果。之後我哋再用翻 Phytoretin 嘅 mask 敷喺客人嘅面上。呢個 mask 咧係有比較高濃度嘅蔓越莓提取物，所以你見到佢咧都係紫色嘅，而且係非常之清香。成個面膜咧係非常之柔軟，敷起嚟咧好容易敷，客人亦都感覺到非常之舒服。蔓越莓咧係含有豐富嘅維他命 C、維他命 E、B3、氨基酸同埋唔同嘅礦物質，所以咧可以為皮膚咧帶來非常之豐富嘅營養補充。同時亦都具有非常好嘅抗氧化效果。面膜類嘅 B3 咧，即係 Niacinamide，能夠有效鎮靜皮膚，加強面部嘅提亮，亦都可以令到我哋成個面部色素更加白淨。呢個面膜大概敷15到20分鐘就可以㗎啦。好啦，面膜差唔多敷完啦，我哋就可以用比較濕嘅棉花清潔個面膜，咁成個療程咧就差唔多完成㗎啦。
清潔完面膜之後呢，其實我哋就可以用翻透明質酸嘅精華，為客人再進一次保濕皮膚，然後再塗翻我哋 Vital Waiting 嘅面霜，成個護膚過程就完成咗㗎啦。